今年的台中国际花毯节8号要伫新社开始啊，23天。那今年市府呢，甲全球所知名的网甲飞天小女警来合作，打造这个18公尺悬啊，这是上大的主花毯，结合了花女的艺术甲网甲的元素，呈现前所未见的花海盛会。管理局抛出真侪张现场的相片，强调已经准备好势。全国上大棚的花草盛会，2005新社花海暨台中国际花毯节会伫咧新社开幕。今年阁结合中台湾农业行销农产，邀请中部8县市做花来遮展览。第一个亮点是，今年我们用全新的卡通影片《飞天小女警》呈现经典的场景。管理局讲，今年用网甲编导飞天小女警做灵感，打造史上上大的主花毯。带民众同齐进入花海世界，感受花草之都的创意和魅力。去年参加的人数就破了350万人哈，那今年我们希望能够再创新高。台中变经济变观光，邀请民众刷卡来花毯节赏花，顺续高关优质的农产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